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冬日游乐园。今年邀请到日本真出名的英雄 IP 超人力霸王来到港都，为着要表示欢迎，规个高雄市，包括这个青红灯、渡轮、轻铁路甲公车，拢会当看到超人英雄的身影。 这个是什么？这奥特曼啊！骑铁要经过，雄雄影到青红灯户超人力霸王现身，后一秒出现飘起，守护这一粒星球的所有生命，好多人囡仔拢看甲真欢喜。还蛮可爱的。红绿灯平常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这里有。很棒，可以不会无聊，可以让一些不太那么注意行人好志的儿童，可以因为这个多看一两眼。 高水的青红灯，除了海滨路、延平路、五福树路、河东路等等，高雄爱河四周围真侪路口拢看会到。日本著名的英雄 IP 超人力霸王特别采用到当日的游乐园，高雄市搁一摆体全城市応援。 轻铁在超人力霸王探冷坐景点，坐公车卖当看到高水版的伊，那主题交通车伫咧高雄街路四界拍拍走，火船嘛来对着天，工作人员将原本白白的渡船摧毁超人力霸王，互规座城市化身出英雄风格，定着互高雄愈来愈热烈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